真係變晒啦，各位！如果你呢幾日行過中環德輔道中，或者係金鐘海富中心嗰邊，你仲以為自己去咗深水埗大南街或者係旺角街頭，你見到嗰啲着住名牌老西、打晒呔、拎住個幾皮嘢公事包嘅中環精英，竟然唔係去食嗰啲幾百蚊一餐嘅法國菜或者係高級日本嘢，而係喺街頭排長龍，仲要排得好金嗰隻。排緊咩？就係排緊嗰啲3打3、30幾蚊有2餸1飯嘅2餸飯啊！最誇張係咩？連我哋由細食到大，由2024年開始已經不斷轉型嘅聖安娜餅屋，而家竟然都要放下身段，唔止賣麵包西餅，直情開埋檔口賣2餸飯。呢個世界係咪真係癲咗？到底係香港人窮咗，定係呢種2餸飯文化已經徹底入侵咗我哋嘅生活核心？今日我哋就嚟深度拆解下呢個2餸飯席捲全港嘅現象，到底係一個窮人救星嘅經濟奇蹟，定係預示緊香港經濟已經行到去一個窮途末路嘅邊緣？講真，如果你喺2010年左右同我講，有一日中環班銀行財進會排隊買飯盒企喺街邊食，我一定會覺得你發緊夢。嗰陣時嘅中環係身份嘅象徵，係高消費嘅代名詞。但係去到2026年初嘅今日，現實就係咁殘酷。我前幾日下晝1點幾行過中環，見到嗰條龍起碼有50幾個人，入面有唔少係20幾歲到30幾歲嘅年輕專業人士。以前佢哋可能係去嘆個下午茶，或者去個咩 Power Lunch， 而家佢哋最關心嘅係嗰檔2餸飯今日有冇黑椒薯仔牛柳粒，或者個魚香茄子夠唔夠入味？點解會搞成咁？首先我哋要睇下個大環境。呢幾年香港嘅零售業同餐飲業經歷咗幾多次嘅大洗牌。以前我哋講緊租金貴、人工貴、食材貴，呢3座大山壓死咗好多老字號。但係你發現冇？呢啲大山對於2餸飯嚟講，反而變成咗佢哋嘅生存空間。因為2餸飯講求嘅係咩？係快、係狠、係準，仲有最緊要嗰樣高 CP 值。當一個普通嘅茶餐廳午餐已經賣到去70幾蚊、80幾蚊，仲要未計加一，仲要可能得嗰幾塊乾爭爭嘅叉燒或者係鹹到死嘅餐肉。你叫嗰班雖然人工可能仲有3、4萬蚊，但係要供樓、要養家，仲要驚隨時會被裁員嘅中環精英點樣去消費？再講下聖安娜轉行賣2餸飯呢件事，呢個絕對係一個指標性嘅信號。聖安娜係屬於邊個集團？係馮氏零售旗下㗎。咁大個財團，佢哋嘅數據分析肯定係最精準嘅。佢哋見到麵包西餅嘅毛利雖然高，但係銷量喺咁樣嘅經濟氣候下好難有大突破。反而係2餸飯呢種民生剛需，每日下晝12點到2點、6點到8點，個客流量係穩定到不得了。聖安娜唔係成間鋪唔賣麵包，而係喺鋪頭入面劃出一個角落，放幾盤餸，由原本賣蛋糕嘅姐姐幫你夾餸。呢種場景其實幾心酸。以前我哋細個去聖安娜係買生日蛋糕慶祝，而家入去係為咗嗰30幾蚊嘅2餸飯嚟填飽個肚，準備下午繼續返公司爆數或者係應付嗰啲開唔完嘅會議。其實2餸飯喺香港嘅崛起，絕對唔係一朝一夕嘅事。如果我哋回顧返2019年到2022年間嗰段困難時期，2餸飯可以話係喺裂縫中求生存。嗰陣時因為防疫措施，大家冇得堂食，2餸飯就順理成章變咗主流。但係問題嚟啦，點解去到2026年，社會一切都恢復正常咗咁耐，2餸飯不但無退潮，反而係越開越多，仲要開到去中環、金鐘呢啲核心商業區？我覺得呢個係一種消費降級嘅徹底體現。好多人會話，香港人唔係仲好有錢咩？你睇下機場啲人去日本好似返鄉下咁，但係你冇留意到呢種係報復性消費，係一種心理補償。喺日常生活中，香港人變得分外精明，或者話係分外卑微。嗰啲以前喺中環返工，午餐閒閒地消費100幾十蚊嘅人，而家會覺得，既然味道差唔多，點解我唔慳返50蚊？呢50蚊一個月落嚟就係1000蚊，
一年就係12,000，夠去一轉大阪啦。所以中環精英排隊買兩餸飯，其實係一種好現實嘅生活選擇。佢哋唔係無錢，而係佢哋對未來無信心。當你唔知你份工下個月仲喺唔喺度，當你見到身邊好多40幾歲嘅中層管理人員突然間被退休，你自然會對手上每一粒銀錢都睇得好重。而對於嗰啲老字號嚟講，呢個簡直係一場災難。如果你有留意新聞，呢2年有幾多間開咗30幾、40幾年嘅酒樓、茶餐廳執笠？佢哋唔係無客，而係佢哋嘅營運模式喺而家呢個年代已經唔 work。傳統酒樓要請好多伙計、水電煤、租金每一樣都係錢，但係兩餸飯呢？只需要一個廚房、幾個大暖爐盤、一兩個手腳快嘅姐姐，個 turnover rate 流轉率高到嚇死人。一個兩餸飯鋪位可能只需要300-400尺，但係佢一個中午可以賣出幾百個飯盒。呢種效率係傳統餐廳完全冇辦法比擬嘅。但係我哋要問嘅係，當全香港都變成兩餸飯之都，呢件係好事定衰事？從微觀角度睇，佢解決咗好多人嘅開飯問題，亦都令到一啲原本會空置嘅鋪位有租收。但係從宏觀角度睇，呢個係一個非常危險嘅信號。兩餸飯係一種低增值嘅產業。當一個城市嘅精英階層都開始追求呢種極致嘅廉價消費，咁成個城市嘅消費動力就會萎縮。餐飲業係一個龍頭，佢會帶動好多周邊行業，例如食材批發、室內裝修、餐飲器材等等。當大家都係賣兩餸飯，大家對裝修嘅要求低咗，對服務嘅要求冇咗，對食材嘅追求亦都由精變咗做量。久而久之，香港作為美食天堂個名銜仲保唔保得住？仲有兩餸飯嘅泛濫，其實反映咗香港鋪租嘅一種畸形發展。雖然話租金回落咗，但係對於好多創新型或者係高品質嘅餐廳嚟講，依然係高不可攀。反而係兩餸飯呢類可以靠高流量嚟抵消租金成本嘅模式先可以生存。呢種劣幣驅逐良幣嘅現象喺2025年開始已經非常明顯。你去銅鑼灣、去尖沙咀行下，你會發現好多以前賣名牌手袋、賣珠寶嘅鋪頭，而家一係就空咗喺度，一係就變咗做賣平價衣服或者係兩餸飯。呢個城市嘅面貌正喺度發生緊一場無聲無息嘅變天。我身邊有一個朋友，佢喺中環一間投資銀行做咗10幾年，今年45歲。佢同我講，以前佢哋 lunch time 係去 IFC 食幾百蚊一個餐，仲要開支紅酒傾下生意。而家佢哋成班同事會一齊夾份去樓下買幾盒兩餸飯返入 pantry 茶水間食。佢話唔係公司要求佢哋慳錢，而係大家心入面都有一種莫名嘅恐懼感。佢話見到啲老字號一間間執，見到啲大集團都要轉行賣兩餸飯，佢會諗香港仲係唔係以前嗰個充滿機會、遍地黃金嘅地方？呢個問題好沉重。有人話兩餸飯係經濟奇蹟，因為佢體現咗香港人嘅靈活性同韌性。面對逆境，我哋識得轉彎，識得用最少嘅資源生存落去。聖安娜賣兩餸飯，你可以話佢係唔顧面子，但係你亦都可以話佢係務實。喺商業社會，生存到落去先係王道。如果你執着於賣嗰啲無人買嘅貴價西餅，最後只會係全線執笠，嗰幾百個員工就會失業。所以從企業生存嘅角度睇，呢個係一個明智嘅決定。但係如果我哋睇深一層，呢種奇蹟其實係帶有一種悲劇色彩。當一個發達城市嘅經濟結構開始向低端靠攏，當我哋嘅精英都要淪落到街頭排隊買廉價飯盒，呢個就係一種經濟萎縮嘅表現。你諗下，以前香港嘅成功係靠咩？係靠高效率、高品質、高附加值。我哋賣嘅係服務，賣嘅係專業，賣嘅係品牌。而家兩餸飯賣嘅係咩？賣嘅係飽肚同平。當平成為咗一個城市唯一嘅競爭力，咁我哋同周邊嗰啲勞動力成本低得多嘅城市相比，仲有咩優勢？
特別係而家2026年，我哋仲面對住一個好大嘅挑戰，就係北上消費。以前係內地人落嚟香港買嘢，而家係香港人逢星期六日就衝上去深圳、廣州消費。點解？因為嗰邊嘅性價比仲高。如果你喺香港食個兩餸飯要30幾蚊，你上去深圳可能20蚊已經食到個好豐盛嘅餐，仲要有埋裝修，有埋服務。當香港人連食飯都開始計住，連聖安娜呢類大牌子都要靠賣兩餸飯維持生計，我哋點樣去吸引遊客？點樣去留住人才？我聽過一個喺中環排隊買飯嘅後生仔講過一句話，我覺得好精闢。佢話以前排隊係為咗買最新款嘅 iPhone， 或者係為咗食嗰間排隊名店，而家排隊係為咗可以用最少嘅錢解決一餐，然後快啲返去開工，因為我唔知聽日我仲有冇得排呢條隊。呢種心態其實係好多香港人而家嘅寫照。其實兩餸飯呢個現象，亦都反映咗香港房屋問題嘅根深蒂固。點解香港人咁計較個午餐錢？因為佢哋大部分嘅收入都去咗供樓或者交租。喺2026年初嘅今日，雖然樓價跌咗啲，但係對於一般打工仔嚟講，負擔依然係重到不得了。當你每個月攞50%甚至60%人工去供嗰個幾百尺嘅單位，你自然會喺飲食、娛樂方面極度縮數。所以兩餸飯唔係一個餐飲問題，佢本質上係一個社會問題。咁到底有冇出路？我覺得香港而家係處於一個陣痛期。老字號嘅倒閉係時代嘅眼淚，亦都係市場嘅洗牌。兩餸飯嘅興起係一種適應，但係我哋唔可以停步喺兩餸飯。如果一個城市淨係識得做兩餸飯，咁呢個城市係無未來嘅。我哋需要嘅係重新定義香港嘅優勢。既然我哋喺價格上鬥唔贏內地，咁我哋係咪應該喺品質、創意、文化上面落功夫？聖安娜賣兩餸飯可能係一個短期嘅避風港，但係長期嚟講，佢仲係要諗下點樣提升自己嘅品牌價值。同樣地，香港亦都係一樣。我哋唔可以因為見到精英排隊買兩餸飯，就覺得呢個係常態。我哋要思考嘅係點樣令到呢班精英重新擁有消費力，點樣令到呢個城市嘅街道重新充滿活力，而唔係淨係得嗰幾盤熱騰騰嘅餸菜。2026年對香港嚟講係一個關鍵嘅年份，我哋見證住舊有秩序嘅瓦解，亦都見證住新生存模式嘅誕生。兩餸飯席捲全港，係一個警鐘，提醒我哋個世界真係變咗。呢個係咪窮途末路？未必。香港人最叻就係置之死地而後生。可能喺不久嘅將來，我哋會喺兩餸飯嘅基礎上演化出一種全新嘅、更具競爭力嘅商業模式。但係喺嗰一日嚟到之前，我諗我哋每個人都要學識點樣喺呢個變幻莫測嘅時代入面，揾到自己嘅生存之道。無論你係喺中環返工嘅精英，定係喺街頭開鋪嘅老細，或者係好似聖安娜咁大嘅企業，我哋都要面對現實。現實就係，以前嗰種躺平都可以揾大錢嘅日子已經過去咗，而家係一個比拼效率、比拼耐力、比拼邊個更接地氣嘅年代。如果你聽日行過中環，見到嗰條長長嘅兩餸飯人龍，唔好再覺得驚訝。嗰度每一個人其實都係喺度為咗自己嘅生活努力緊。或者我哋應該換個角度睇，兩餸飯唔係代表淪落，而係代表務實。當一個城市開始識得面對現實，唔再追求嗰啲浮誇嘅泡沫，或許呢個先至係真正經濟復甦嘅開始。不過講到底，我仲係好懷念以前嗰種百花齊放嘅香港。我希望有一日，我哋排隊唔係因為嗰樣嘢夠平，而係因為嗰樣嘢真係值得我哋去等待。我希望嗰啲老字號唔係因為租金同成本而消失，而係因為佢哋揾到更好嘅方式去傳承。變天未必一定係壞事，關鍵係我哋點樣去應對呢場風暴。兩餸飯會唔會變成香港嘅永恆標籤？定係佢只係一個過渡期嘅產物？呢個答案就要靠我哋每一位香港人，
喺嚟緊呢幾年用行動去寫出嚟啦。今日就同大家傾到呢度。如果你對兩餸飯呢個現象有咩睇法，或者你身邊有啲咩有趣嘅故事，歡迎喺下面留言話俾我知。我哋下次再傾，拜拜。